北京記者趙婉婷報道。咁體育方面咧，2012年嘅國際體壇不斷都有新紀錄誕生喎。冇錯，足球咧有美斯，籃球有勒邦詹士，車壇有維杜爾，都係今年贏到佢哋嘅第一次啊！先睇下足球，美斯今年入球停不了，連埋國家隊賽事射入咗91球，打破40年前德國名宿梅拿嘅單年入球紀錄。西班牙繼續稱霸球壇，成為首支成功衛冕歐洲國家杯嘅球隊，決賽大勝意大利。車路士就首嘗歐聯冠軍嘅滋味，決賽爆冷以互射12碼擊敗有主場之利嘅拜仁慕尼黑。勒邦詹士亦都贏得佢嘅第一次，帶領熱火成為 NBA 總冠軍，總決賽場數4-1贏雷霆。林書豪喺紐約人一鳴驚人上演臨風熱潮，新一季自由身轉投火箭。倫敦奧運圓滿舉行，美國泳手費爾普斯繼續掃金牌，3屆奧運加埋贏咗18金，以27歲之齡宣布退役。牙買加飛人保特連續2屆奪得100-200米同埋4乘100米接力3面金牌，仲要接力刷新咗世界紀錄。一級方程式格蘭披治繼續係維杜爾嘅天下，24歲嘅佢成為歷嚟最年輕嘅3屆總冠軍。車神舒麥加就第2度退休。男子網球壇就唔再由費達拿或者係拿度壟斷，連埋祖高域同埋梅利，今年4大滿貫，有排名前4嘅球手瓜分。單車界繼續俾禁藥醜聞籠罩，美國車手岩士堂被褫奪7屆環法總冠軍嘅榮譽。高爾夫球壇新星湧現，北愛爾蘭嘅麥萊爾帶領歐洲戲劇性反勝美國，捧走萊德杯，自己亦都成為年中一哥。無線電視記者劉顯輝報導。